今日好高興喺呢度見到阿信啦嚇，咁馬上咧又係選舉年啦，咁係喺呢度咧就係我喺呢度向大家呼籲咧係全力要支持阿信嘅。大家知道阿信喺九龍西工作咗咁多年，紮根於九龍西，為九龍西嘅居民咧係做咗好多事嘅，尤其是喺房屋居住環境嘅改善嗰方面啦，處理呢個係劣質嘅劏房啦，令到係大家嗰個係生活嘅環境咧可以係越嚟越好啦。咁另外咧就係阿信咧亦都好關心大家係個身體嘅健康，所以佢係不斷咁樣努力啦，係推廣呢個全民運動，喺九龍西入邊咧提供咗好多個機會俾區入邊嘅居民咧係可以多方面咁嘗試不同類型嘅體育運動。咁我知道咧，佢而家亦都係諗緊點樣去推動呢個係九龍西嘅海濱嗰方面嘅發展，令到市民嘅生活咧係可以進一步嘅改善嘅。所以咧喺嚟緊嘅選舉咧，希望大家就住阿信代表呢個係西九龍區喺立法會個席位咧，大家踴躍投鄭泳舜一票。多謝你，鄧 Sir。鄧 Sir 咧係我長期嘅學習嘅榜樣嚟嘅。我哋咧承諾咧，我一定會繼續努力咧為市民服務嘅。希望大家12月7號支持我鄭泳舜5號。大家好，我係黃寶基，我全力支持 Vincent 鄭泳舜參與2025年立法會選舉，循九龍西出選，爭取連任。Vincent 一直都好關心本地嘅體育發展，唔單止喺議會上提出好多具建設性嘅建議，仲積極推動體育嘅多元化，令到唔同年齡、唔同背景嘅人都可以樂在其中。佢仲支持唔同類型嘅大型體育盛事落戶香港，為本地嘅運動員創造機會，令到香港市民可以近距離咁感受到世界超級盛事。而12月7號立法會選舉投票日，我希望大家一齊支持 Vincent， 多謝你，讓佢繼續服務社區，為本地嘅體育事業發展共同努力。多謝你，黃 Sir， 我哋全力以赴，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唐卓斌，前香港田徑及空手道運動員。我支持鄭泳舜就係將體育及文化組織起嚟，跟住回饋翻市民，等我哋運動員退役之後咧有更加多嘅平台。多謝阿 Pan 咧對我嘅支持。阿 Pan 咧係我咧啱啱開始咧選擇去做體育項目嘅時候咧，頭一位認識嘅朋友嚟嘅，所以咧好多謝佢哋一齊咧，希望為體育界貢獻。12月7號，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我5號嘅鄭泳舜，繼續為大家貢獻社區、貢獻體育界。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李振豪，前香港空手道運動員。Vincent 多年嚟咧專注睇地區服務之外咧，亦都致力推動本地體育發展嘅。從政策建議到社區參與，佢都親力親為社區增設咗唔同嘅康文設施，亦都為運動員爭取更加好嘅資源，包括咧早前促成政府同意提高體育學院運動員資助金額，推動本地運動醫學科研嘅應用水平提升。希望大家全力支持鄭泳舜參與立法會選舉，從九龍西出選。希望大家喺12月7號投票日出嚟支持投票佢，讓佢繼續服務社區，繼續推動本地體育發展。多謝振豪，我哋一齊努力為香港嘅體育發展繼續加油。